Marry me。啊？对不起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我们已经收到3个差评了，再这么下去，我们西西和木木的小屋就可以直接关门了。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说，网店是基础，网店做好了之后，实体店才有可能。实体店才是真正的舞台。我知道就最好了。你放心吧，等我之后 CC 开店了，我让你当我的御用模特。对了，小杨，近期会到一批衣服，还是先放你家啊？要是寄到我家，又要被我奶奶卖了贴补家用了。顾西西，你好好看看你现在累不累啊？小雅，人生呢，没有什么事情是容易的。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天上掉下个大单子砸到我头上，让我赚一笔。阿拉丁神灯。行走的少女梦，这个 ID 还真是又自恋又自大。对不起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居然有人比我还自恋。我说的是 Marry Me 婚纱。啊？怎么啦？这个人他要买 Marry Me 的婚纱，不会是骗子吧？你过来看。Marry Me 就是那个100万级别的定制婚纱，按照佣金10%来算的话，我们能赚10几万呢。哦，接呀，快接呀！哎呀，还接呢？你知道他为什么卖那么贵吗？因为他的设计师 Alex 一年只做12件，根本就买不到。这不是因为那个 Alex 没遇见你吗？糖衣炮弹。其实我能搞定 Alex， 我也见不到他呀。巧了 ，Alex 呢就在这儿，而且他明天晚上要在这儿举办一场 party， 我能搞到邀请函。要不你试试？这可能是个机会呢。你清楚 Marry Me 的价格吗？钱不是问题，你能买到吗？顾西西，我觉得他看不起你。先拍10%的定金，货到付全款。拍完了，下面该你证明自己的实力了。小雅，帮我准备 Alex 的资料，马上。这是我整理的 Alex 的资料，从他的家庭爱好、家庭背景还有兴趣爱好都整理出来了，一共呢13个 G。哦，等等，我刚才已经帮你选了一个代购了。代购？什么代购？就是你这上面写的。我说去哪儿了呢？这是我挑选出来最不靠谱的代购，你不会付款了吧？反正他也买不到，到时候退款不就行了？